那是他的伪装，他根本不是英雄，是小人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哼，玉帝可能现在正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玉帝会来主持正义，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干什么？你是妖怪，你魔鬼！你别害怕，天地人三界谁都负我，我谁都可以杀，但你是例外。救命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吴刚哥哥在哪里啊？在凡间。我在天狼星上看到他已经入魔了。是啊，魔性已经侵入了他的体内。那怎么办啊？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接下去就要看他自己了。入了魔，还能出来吗？之前并没有先例，不过或许可以。二公主，大喜大喜呀！我时间很紧，有话快说。我今天是特地来告诉你，上次我告诉你的那件事，出了一个错。原来啊，他是这。说啊！你不是问我怎么了断姻缘吗？对啊。我不是告诉你只要打碎那面镜子就可以了吗？对啊。对。哎呀，不对呀！什么意思啊？我给说反了。那个镜子呀，千万不能打碎，一定要保护好，否则否则什么？否则你和那个人就分不开了。分不开？啊？分不开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镜子打碎的话，那你们的姻缘就是上天为证，下地为媒，两个人铁定是分不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二公主饶命啊！你告诉我要打碎那面镜子的，现在你又告诉我不要打碎，你说怎么办？二公主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二姐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跟你无关，走开！站住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有了，杀掉那个白痴！我就不信什么日月为证，天地为媒，统统见鬼去吧！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件事很重要，不能说漏了。没事了，小妹，我在想你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你那个什么朱帅帅哥，实在太可恨了。你对他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好好的对你负责。至于我呢，作为你的长辈，我觉得得和他见一面，把你们俩的事儿摆在桌面上，好好聊一聊。不要啊，我没有觉得朱哥哥对我不好啊。小妹，我理解，你不好意思吗？是不是？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来，一切我出面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就这样决定了，拜拜。
离远点，别挡道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吓到姑娘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大爷，这个臭小子挡在路中间了。姐姐，是他，真是个白痴！如果他再不走，就撞死他！滚开，滚开！快快！这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喂，姐姐你要去哪里啊？姐姐，等等啊，等等！好像有人在叫。你听错了，姐姐。放了嫦娥姐姐！住手！住手！帅帅哥，你快走吧。除非他放了你，不然我不会走的。你找死！住手！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不会让你把嫦娥姐姐带走的。你看看你自己这副德行，你哪一点配得上嫦娥？为了嫦娥，你应该有多远滚多远。是啊，我没有你那么帅，我也没你武功那么好，但是我有一点，肯定比你好。哪一点？我可以为了嫦娥姐姐，连命都不要。跟我走！我不走。你说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跟他走。姐姐说不跟你走，你滚呐！你真的不怕死？我怕你咬我。吴刚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跟别的男人不同吗？我看没什么不同，你们都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，在这一点上，谁也比不了帅帅哥。至少他不会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，就让我跟他走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别抢人家老婆。好，你们走，走，别逼我反悔。嫦娥姐姐，我们走，我们走啊！朱帅帅哥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要是对嫦娥不规矩，必取你性命。不用你管。
走啊，嫦娥姐姐，我们走。嫦娥，你等着，我办完大事之后就回来找你。兄弟，你的兄弟就在这里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，兄弟们等你。兄弟，你的家就在这里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，兄弟们想你。兄弟，兄弟，你的心就在这里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兄弟们懂你。兄弟，你得赶快回到这里，不管变成什么样，兄弟们陪着你。太讨厌，太可恨，太丢脸了！到底是哪个混小子干的？我。弟兄们，替兄弟们报仇！上啊，上啊！上！想死吗？不想死。怎么射下太阳？真的不知道啊。哎呀，烧死我了！烧死我了！救命啊！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我说，你先把火灭了。烧死我了！哎呀！说。哎，我听说，只有射日神功才能射下太阳。不过，除了后羿之外，没有人拉开过射日神功。刚哥，今日不见，您的功力更胜往昔呀！都是拜你所赐，还得跟你说声谢谢。哎，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饶我一命吧！以前你认为王母比我强，所以宁愿得罪我。现在我比所有人都强。懂。我二狗子就是吴刚哥的座下马前卒。这么远，肯定射不中。不行，哎，不行，再走2步。这做了20年的大饼啊，现在又来射箭，真不行。又来欺负我，走开，走开！怎么这样就没了？是刚才我太紧张了，如果放松一点，我就肯定能射中。
我真能把太阳射下来吗？太阳，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姐姐，我煮了皮蛋瘦肉粥给你吃啊。姐姐，姐姐，我煮了皮蛋瘦肉粥给你吃啊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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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姐姐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，姐姐？哇，姐姐，你发高烧了，我马上去帮你找大夫啊！哎呀，怎么不排队啊？大夫，大夫，干什么？看病排队去。跟我走啊！哎，走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放下！放下我！放下！放下！大夫，她现在怎么样？这个姑娘的病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嘿，尊夫人昨天可能受了点惊吓，加上着了点凉，以致有伤寒的迹象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让这位姑娘洗个热水澡，出出汗。这可比吃药管用多了。真的吗，大夫？就这么简单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得脱水症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唉，太阳这么毒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小妹，你干嘛？二姐，应该是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二牛哥？这个人跟你无关，不要管我啊！不行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让开！不让！二姐，你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要杀二牛哥？你不要管那么多了，你只要知道杀了他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就行。但二牛哥是一个好人，我不会让你做错事的。我不杀他才是最大的错事。二姐啊，你叫我二姐就不要坏我事啊！我不会眼睁睁看你去杀一个好人的，更何况二牛哥他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好，那就看是你本事大，还是我本事大喽。小龙女，过来陪我喝酒。
刚……坐下陪我喝酒。你不开心啊？我没不开心。来，干！你骗人，明明就是不开心。哎呀，你跟天庭的大叔一样，明明就是不开心，还要骗人。他不开心吗？他是在骗你。他不知道有多开心。当然不是了，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不开心，他很担心你的。是啊，他担心我把太阳射下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太阳就是他的命星，一旦把它射下来的话，他就没好日子过。你这样会入魔的。走火入魔，就算走火入魔，也是被他们逼的。不如你试一下，把心里面的不开心先放一放，想些开心的事啊。开心的事，我唯一开心的事就是和自己心爱的女儿在一起。但是现在，他连我都不记得了，连我都不记得了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猪哥哥现在也假装不认识我，甚至还讨厌我。你难过吗？有一点。不过我相信他。相信他？为什么要相信他？哎，每一次一旦猪哥哥气到我了，我呢就会想尽办法想他以前如何的逗我开心，这样之后就完全不难过，就开心了。你真是个傻丫头。所以呢，我想嫦娥姐姐也是有苦衷的，你们一定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很多有权势的人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不是的，只要你们真心相爱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们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嫦娥姐姐好像冷冰冰的，但是我知道她其实是很痛苦的。她孤单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在等待真爱出现。如果你就是她真爱的话，那就算全世界都要阻止你们，你们也一定可以在一起。对了，你在这干嘛？找我二姐。有事吗？不知道啊，她非要杀了二牛哥哥不可，我一定要阻止她。可不能让那个二牛被杀了，他毕竟是后羿转世，有射下太阳的可能性。也许到时候我还得利用他一下。小龙女，你救过我一回，这件事我帮你。好啊，多谢吴刚哥哥。来，还要喝啊？这样喝会不会醉啊？干杯。你小心点就是了。哦。
哇，小，哎呦，姐姐，姐姐，我的头发怎么会变白？我是不会变老的，我是不会变老的。姐姐出什么事了？姐姐，你给我出去！好，好。喂，陈哥，你在这里啊？快跟我出去啊！你烦不烦？都已经输光了。有没有钱？没有。喂，不行的！哇！喂，猪排不行的，压了！喂，陈哥，猪排不行，猪排不行的。相信我吧，我是明灯，不会输的。喂，陈哥，太过分了，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啊！好了，别啰里啰嗦那么多废话，开！陈哥，哎呀，开！陈哥。我都说了，你是我的财神爷。赶紧，怎么了，陈哥？我们赢了，我们一起赢了！来，19分成，你1我9。来，虎姐，多点，不够。好。哇，好多钱呢！是啊，小小意思啊。喂，沈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找你是有事情的。嫦娥姐姐头发全白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很正常啊，射日是有时间限制的嘛。二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，嫦娥自然会受惩罚的。那头发白了只是第一步，紧接着呢，皮肤就会松弛，皱纹也会爬满她的脸，忍住。喂，接着会怎么样啊？你快说。那躺进棺材里啊。沈哥，我求求你啊，想想办法！你怎么还在这赌呢你啊？快想想办法！哎呀，我这叫逃避现实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你自己说说，二牛他能够射日吗？可不可以担保？可不可以？这不就结了？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射日的材料了。哎，我现在就等待世界毁灭的到来。啊，横竖都是一死，还不如醉生梦死一回。水哥。我想你也别操心射日的事了，来啊，留在这里陪我赌钱。喂，不行啊，我要去找嫦娥姐姐。找到又如何？就她射日啊？对啊，痴心妄想。为了嫦娥姐姐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你谁呀？我是吴刚。干嘛多管闲事啊？你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对女人横行霸道啊！二牛对我来说还有用，你不能杀他。我非杀他不可。我说不能杀就不能杀。你说不能就不能啊？
为什么你非杀坦克？如果我不杀他，就得嫁给他。你说该不该杀？这倒该死！该死的姻缘牵在了他的身上，而且不可更改，所以我只有杀了他。二姐，如果我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二牛。也许还有其他办法呢。难道你希望你二姐嫁给那个家伙？我想她宁愿死在这儿，也不愿意嫁给他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念在你们姐妹救过我一命，我数到5。1、2，你快点想办法。3、4。我想到了，你认不认识月老啊？认识，但是不熟。认识就行了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又是一对儿啊！师傅，这他俩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所以你还需要修行吗？姻缘这东西是人世间最难琢磨、最难解释、最不讲道理的东西，岂可以常理断之？哦，徒儿受教了。你再看这一对，这个一胖一瘦，一美一丑，可是他们俩呀，天生一对儿。这是为何呀？这个男的虽然胖了一点，丑了一点，可是心地却很善良，自然也一定会对女人好。所谓郎情妾意。不过这个郎是丑了一点啊。来者何人？月老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哦，吴刚，你不是忙着毁天灭地吗？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？月老啊，我想问问我二姐的姻缘。这不行吧？所谓天机，天机不可泄呀。不是，我们怀疑你搞错了。老夫干这行干了几千年了，从来没有弄错过。不是，你这次真的搞错了。我二姐不可能和二牛哥哥是一对的。此言差矣。人世间无数痴男怨女都觉得他们的姻缘弄错了，好像都是老夫的错。可是老夫可以告诉你，姻缘天注定，不得不冤家变亲家呀。把姻缘簿拿出来，我们要自己看。
这可不行，不行！武刚哥哥，你不要吓到月老了。这种人不下不行。去哪儿啊？我看你们要谈大事情，我想我还是少知道一点为好。月老，你说你自己有职业道德，但你徒弟鬼鬼祟祟，可能一切都是他搞的鬼。是不是你干的？哎呦，师傅，我也是被人所逼呀。那是谁逼你的？还不是你姐姐自己呀！啊！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快点把错误的姻缘改回来。这改起来很麻烦的。我看你是找死！别，我是个文官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这姻缘簿里面有成千上万个男男女女，要找到你的姐姐，谈何容易？那你还不快去找啊？怕来不及呀。找到你姐姐，至少需要2天2夜。会不会误了你毁天灭地的大事啊？哎，对呀。武刚哥哥，我也留下来帮忙吧。父老乡亲们，77、49天前，天上又多了一个太阳，从此人间的苦难就开始了。这些天来，我们是该拜的拜，该求的求，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事到如今，有谁管过我们？就是没这个事啊，谁管过我们？这事我们就靠您了。这几天在牛头山上，我苦思冥想解救众生的办法。突然，我的天目一闪，我悟出一个道理来。这个道理就是人定胜天。人定胜天，哎好。不靠天，不靠地，要靠就靠我们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不向老天祭拜求雨。祭拜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一样炎热酷暑，苦不堪言吗？老天不管，我天师管；老天不理，我天师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带着百姓们向天抗争，我们要活！胡说八道！你们不要听他的，他是妖言惑众。既然敢不敬天不敬地，这不是公然反抗玉帝吗？我们可不跟着你做傻事啊！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和天斗啊？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骗钱的，骗钱的不也是？把他抓起来！兄弟们，走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不要听他的，他连天都敢反对，跟着他只能一块去寻死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乡亲们，症结在此。此人乃妖星下界，杀了他祭天，多出来的那个太阳就会自行离去。抓住他！我不是妖女。乡亲们，症结在此。此人乃妖星下界，杀了他祭天，多出来的那个太阳就会自行离去。我不是妖女。抓住他！我不是妖女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是妖女。放开我！我不是妖女。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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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来。姐姐，你不用怕，没事的啊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看着我出丑的样子？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姐姐，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姐姐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是想救你。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，美人姐姐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？说真的，还真是有点难看。你看，你根本就说不出来原因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有人愿意照顾我？你说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愿意照顾我？姐姐，你在我的心里面是最美丽、最美丽、最美丽的女人呐！姐姐，姐姐，你骗人！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怎么可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？你在骗我！你们这些男人都是在骗人！你出去！姐姐，出去！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没骗你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先听我说。姐姐，你先听我说。姐姐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姐姐，如果你打我骂我，你会舒服一点的话，那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打我，打来！帅帅哥，帅帅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如果你是真心对我好的话，你就快走吧。我不希望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希望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快走吧，姐姐，快走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别哭了。如果我走你会舒服一点，那我现在就走。你出去，你出去啊！姐姐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出去。你不要再哭了。姐姐，你别再哭了，你哭得我心都碎了。你这样叫我怎么忍心走啊？就算我人走了，我的心也在你这里啊，姐姐。姐姐。谁啊？是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根本就没走。你骗我！我就说嘛，天底下的人没有可信的。姐姐，我没骗你，我现在真的看不见你啊，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用怕啊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刚刚在外面等，很担心你，所以我就没有走。我知道你不想让我看到你，所以我就找了块布来遮住眼睛了。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看不到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在这儿呢。姐姐。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会儿呢会去弄一点墨水回来，而且是不褪色那种。我帮你把头发好好的染一下，那些人就不会说你是白头发了。啊，姐姐，姐姐你还在不在啊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帅帅哥，你不用做这些，我知道
你是一番好意。我这白头发，就算染得了一时，也染不了一世。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我就真的老了，牙齿掉光了，脸上长满了皱纹，到时候病倒在床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你说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其实每个人都会变老的，没关系的。我不想，我不能变老，因为从我生下来，我就知道我是天底下最美的美女。任何人见了我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要多看我几眼，就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喜欢我。可是在我心里，我从来都不会爱上他们，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英雄。如果我要是老了，我要是容颜不在了，我就没有资格再配得上他对我的爱了。其实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就应该一直不停地喜欢下去。我就不是什么英雄啊，不过，我就一直会喜欢姐姐的。你不懂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就好了，不用再担心容颜老去，也不用再担心青海生不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可以开开心心的，安安静静的，一起慢慢变老。可是他不同，他是天底下最大的英雄，我必须永远美丽，才能得到他对我的爱。哎，姐姐，开开心心不就得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真的能开心，那就好了。好了，姐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都督促二牛去练射日，很快你的头发就会变黑了。不要讲大话了，你帮不了我。那个二牛也是，真的没用。姐姐，如果他真的搞不定，我来帮你射日啊！你不要说笑了，二牛都射不了日，你怎么能射呢？更何况你连弓箭都拉不起来。姐姐，你不知道我有内功的吗？我只要哎呀！哇！怎么了？你看你，笨头笨脑的，是不是磕疼了？疼？不疼，疼。哪儿疼啊？这儿。这儿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这儿。这儿怎么也疼啊？好了吗？这儿。哎，讨厌！这儿。我这儿。嘿，姐姐笑了。小龙女啊，我和你父王是老熟人了，奉劝你一句啊，少跟吴刚这种人来往，他是要被杀头的。你们乱牵别人的姻缘线，你们也应该杀头啊！嘘，这件事要帮我保密啊！你赶紧把姻缘改回来，不就没事了？要不然，哼！哎呀，朱哥哥的姻缘线啊！小龙女，嫦娥。啊！怎么朱哥哥的姻缘线这么乱啊？
这也是你干的好事。干嘛要改啊？姑娘，这都是你姐让我干的，与我无关呐！混账！是师傅，是这是。难怪猪哥哥那么讨厌我。都是猎徒干的好事，与老夫无关呐。最可怜的就是猪哥哥了，一直被蒙在鼓里，还要违背良心这么讨厌我。没关系啊，我把它改过来就行了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行了，好了，现在把姻缘线又给你们连上了。但是啊，你们俩能不能成，就得看你们自己了。啊，还有可能不能成啊？当然有可能啊！你看，这不是还有一条线连着别人吗？猪哥哥才不是那么花心的人呢。哎，这可不是我们做的假，这是真的。嫦娥姐姐，你不能看啊！你不能看，你这是。月老，你怎么出汗了？反正不可以看。哦，我怀疑嫦娥姐姐的姻缘也被你们搞错了，我一定要看。真不能看呐！我求求你走吧，走吧，不能看，不能看了。好啊，你不给我看是吧？我叫吴刚哥哥来。小龙女，我记得你小时候可是个乖孩子啊。吴刚，别啊！快一点啊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谁改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这谁改的？你别看我，这真的不是我改的。当年我还没有出生呢。师傅，是他还没出生呢，我也没，我生了。啊，师傅，您刚才教训我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正义凛然。您原来也是有前科的。我这看来我必须要叫吴刚哥哥过来，告诉他，你们连他的姻缘也都敢改。对不起啊，这不是我存心要改的。那你还不说实话？说呀！这是王母娘娘让我改的。啊？为什么？说来就话长了。说。变成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难道天有二日是我造成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为什么责怪我？为什么要夺走我的美貌，夺走我的年轻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后羿呀，后羿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我的美貌一天一天的都要没了，我很快就要老去了。你要我这样看着自己，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。
嫦娥，你怎么来了？出去！你快出去！在我面前，你不必隐藏什么。不管你是年老色衰，还是青春貌美，在我心里面，你都是最美丽的。你以为后羿会听到你的哭声吗？他早不在这个世界了，他也没办法来管你。不许你这样说！你在我面前这样说后羿，我不会觉得你比他好的。我明白，我也知道，在你心里面，后羿是天底下最大的英雄。但你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太阳射下来，到时候你就会恢复年轻，我就会取代后羿，成为天底下最大的英雄。你总是这样说，可是从来都没有做到。你每次都说要帮我把太阳射下来，可是每天早晨都还是有2个太阳同时升起来。我只是……不要再说了，吴刚。你说你比别人强，你比任何人对我都好，我真的感觉不到。你说的这些话，我都已经听得厌倦了。你走吧。我一定会做给你看，我一定会做给你看。等你把太阳射下来，再来见我。